大家好，我今次同大家分享，我喺銅鑼灣地鐵站側邊一個商場嘅酒樓飲早茶。我係喺 Google 嘅網頁見到呢一間酒樓已經好多年都得到米芝蓮必比登推薦為最佳食府，所以我今次先試下嚟飲早茶。我嚟到先知道喺銅鑼灣嘅酒樓飲早茶，茶錢平到係3蚊，同埋喺早茶同埋下午茶時段由小點至到頂點，呢5款點心嘅價錢一律都係有9折嘅優惠。喺銅鑼灣最旺嘅地段，同埋係一間米芝蓮必比登推薦嘅酒樓，佢哋嘅點心價錢喺早茶同埋下午茶時段都係10零20蚊。我今次飲早茶嘅酒樓就係呢度銅鑼灣廣場第2期嘅9樓。到達咗9樓，我仲未行入去，已經見到呢一個2025年嘅米芝蓮嘅告示牌，喺側邊仲擺放咗好多個過往成為米芝蓮餐廳嘅獎牌。我今朝嚟到嗰陣時，大約係9點3，跟住係由呢條通道行入去裏邊。暫時見到就唔係好多顧客。呢一間酒樓地方就唔係好大，不過每一張台嘅擺放都有一個幾闊嘅距離，燈光照明嗰方面都算係幾充足。裝修睇落去又有啲似啲宴會廳嘅風格，不過樓底又覺得唔係好夠高。行入少少見到前邊有2煲嘢，呢一個位置應該係一個小型嘅美食亭。呢一煲睇嚟應該係魚蛋豬皮蘿蔔，喺隔離嗰煲就係雞蛋豬腳薑。我今朝早嚟到飲茶，見到顧客唔多，所以我一個人坐晒一張細台，同埋係每一張台都擺放咗一盒免費任用嘅紙手巾喺度，亦都擺放咗佢酒樓印刷得幾精美嘅廣告宣傳牌。呢個牌仲係雙面印刷，係印咗好多款嘅特色美食向啲顧客推介。呢一度如果喺10點前結賬，最平嘅茶位費係有2種嘅價錢。呢2款孖寶提供嘅茶位費係每位3蚊。喜歡選擇其他嘅，只係10點前埋單，每一位茶價係3個8。呢度嘅早茶時間係朝頭早8點至到中午嘅12點15分。如果過咗10點先結賬嘅話，6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茶位費每位7個半。唔係長者嘅話，過咗10點先結賬，係會計算早市嘅正價茶錢，每一位12個8。喺早茶同埋下午茶時段，小點、中點、大點、特點、頂點呢5款點心一律都有9折嘅優惠。同埋係6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喺早茶或者下午茶嘅時段，佢哋嘅茶位費特價係7個半。喺平日嘅1至5嘅下午茶時間係由1點45分開始。喺星期6日同埋假期，下午茶時間就由2點鐘開始。喺下低嗰度有各款正價點心嘅價錢，最底嗰度係有早市嘅正價茶錢，每一位係12個8，午市就每一位係15個8，下午茶都係每一位12個8。呢度有張晨早茶孖寶好介紹，有2份38個8嘅孖寶。喺上邊嗰份係任選中頭飯一款，選擇方面可有北菇雞、鳳爪排骨或者梅菜肉餅，再配埋薑絲魚湯泡糖生菜。喺下低嗰份就係蠔豉菜乾豬骨粥，跟住配銀芽豉油皇炒麵或者蔥花蝦米蒸腸粉。如果選擇咗呢一份嘅好介紹，喺朝頭早10點前埋單，嗰啲茶位費係每一位3蚊。再睇埋呢一張都係38個8嘅點心孖寶，喺20款點心裏邊選擇2款。供應嘅時間就係朝頭早8點至到11點半，星期6日同埋假期供應時間即係去到10點。跟住拎住呢張單睇埋後邊，有20款點心分開咗5種嘅價錢，最平嘅價錢係15個8，有4款嘅選擇；19個8就有2款；23個8就有4款；26個8就有3款；有7款選擇嘅就係29個8。因為我想試下佢哋嘅時菜牛肉球，我就喺呢張嘅孖寶單嗰度要咗一份，跟住再選擇埋蔥花蝦米腸。呢間酒樓係用個盤托住啲點心直接交俾每一台顧客。今次真係影唔到其他點心用嚟參考。等咗差唔多3個字，首先嚟到嘅係蔥花蝦米腸，嗰啲豉油就另上，唔係直接加落腸粉嗰度。呢一碟腸粉嘅皮睇落有啲乾雜，同埋啲外皮睇落都算係幾薄。睇落腸粉嘅內外都好似鋪滿咗好多蔥花同埋蝦米。份量方面，一碟裏邊係有9條，每一條腸粉仲差唔多有1隻匙羹嘅長度。入口嗰時，腸粉皮都覺得係嫩滑。蝦米係有一種鹹鮮嘅味道，同埋有啲咬口。蔥花覺得係有新鮮，同埋有幾有香氣。不過點都要加翻啲豉油，個味道先至最好。最後嚟埋嘅就係時菜牛肉球，一籠裏邊有3嚿嘅牛肉，每一嚿嘅份量睇落去都唔算細，就咁睇落去啲色澤都好似幾有賣相。牛肉球嘅下低又擺放咗一啲時菜嚟做墊底。我用筷子將嚿牛肉分開兩邊嚟睇下，睇到裏邊嘅肉質好似都幾唔錯，同埋清楚見到裏邊係有啲馬蹄，睇落去好似仲有一種芫茜喺度。入口嗰時啲肉質都幾彈牙，同埋係有牛肉嘅味道。咬落去裏邊係有啲馬蹄，另外肉質我覺得帶有少少陳皮嗰種香氣。牛肉球始終要加翻適量嘅喼汁，咁樣先覺得係最佳配搭。結賬嗰時一份點心嘅孖寶係38個8，因為我叫咗另外一款嘅孖寶，所以10點前結賬嘅茶價係3個8，連埋加一總數係46個9。
一間喺銅鑼灣地鐵站側邊嘅黃金地段，同埋屬於米芝蓮推介嘅酒樓。我仲未幫襯之前，仲以為啲價錢好貴，估唔到同平時幫襯開嘅酒樓價錢都係差唔多。睇下呢一張嘅午市新出品推介，有兩樣嘢都係屬於中點，係有蛋煎 A5 和牛生菜包，同埋係魚湯腐竹泡勝瓜。有兩款屬於特點嘅就係豬潤肉片泡枸杞，同埋係皮蛋鮮肉泡莧菜。瓜粒湯飯就48蚊，涼瓜黃鱔煎麵就108，最後就係98蚊嘅魚香茄子炆米。呢一度有午市特價推介，有5款選擇嘅就係98，其中有2款我相信好多酒樓甚少有得供應，就係豉椒味菜黑豚肉鵝腸炒河，另外一款就蝦醬通菜牛柳片炒河。88蚊嘅就係班頭腩煲粥，138嘅就係荷葉古法碎蒸海斑。跟住睇下佢哋嘅本期午市新優惠。有5種唔同價錢嘅本期特價，最平嘅就係55蚊嘅4式點心拼盤，係有4款唔同嘅點心，每一款係有2件。68蚊嘅就係西班牙火腿蝦粒炒飯，喺隔離有5款嘅粥麵飯。23個8嘅就係薑絲魚湯灼通菜，65蚊嘅就係潮式糖醋兩面黃，58蚊嘅有2款嘅選擇，其中一款就係豉油黃鵝腸銀牙底，另外嗰款就係脆皮燒腩仔。呢一堆嘅系列喺上面印咗係粥麵飯。呢一度我就覺得唔係好清楚，究竟係粥麵飯係咪自費加配，定係或者係免費任選一款。跟住睇埋呢一邊嘅午市特價自由選，喺左邊有40蚊一碗嘅金牌燒鵝飯，108蚊嘅精美小食，喺10款小食裏邊任選2款。喺隔離有6款嘅特色粉麵，每一款係78，有3款甜品選擇嘅就係每一款19個8。跟住係一份198蚊嘅至尊三寶，喺第一嗰度2款裏邊選擇1款，喺第二嗰度有6款嘅選擇，任揀1款。最後喺第3嗰度喺6款裏邊又係選1款，跟住最後睇埋呢份正價點心單，一共係有8款選擇嘅時令推介，有2款係屬於大點，1款係屬於中點，其餘嗰5款嘅價錢每一款都係33個8。跟住下都有12款選擇嘅就係午市健康清蔬推介，有2款係屬於小點，大點係有3款，特點係有4款，每一款48蚊嘅價錢係有2款選擇，淨係得1款選擇嘅就係55。有4款唔同價錢嘅推介，淨係星期1到星期5先有得供應。一共有12款選擇嘅就係午市精選粉麵，最平嗰款選擇就係65，最貴嘅就係108，就係滑蛋蝦仁炒河。跟住下低係特色小吃，一共有12款嘅選擇。跟住再另轉張單睇埋後面，喺左邊嘅南北美點有18款嘅選擇，其中有5樣點心係屬於讚好嘅推介。跟住睇落下低係有即做布拉腸粉，係有7種唔同嘅腸粉選擇。跟住喺隔離有15款唔同選擇嘅就係新品推介，有5樣嘢都係屬於讚好嘅推介，分別係有7種唔同選擇嘅就係滋補推介。午市嘅特價推介係有10種嘅選擇，有2樣嘢都係屬於讚好。跟住睇埋係米芝蓮嘅名廚推介，一共有6款嘅選擇。最後嘅就係11款甜品選擇嘅就係甜意綿綿，香滑奶黃包都係屬於讚好推薦。呢一度嘅下午茶係平日1至5。係由1點45分至到4點，喺星期6日同埋假期係由2點至4點。佢哋嘅下午茶特價單跟早市嘅特價單，價錢同埋食品種類完全係冇分別。最後同大家講一講交通，我係搭地鐵嚟到呢個銅鑼灣地鐵站，再喺 C 嘅出口行出路面，跟住轉去左手邊，跟住橫過馬路行過對面嘅行人路嗰邊。我今次飲早茶嘅酒樓就係呢一座銅鑼灣廣場2期嘅9樓。搭升降機上到嚟9樓，呢一間就係太湖海鮮城，地址係喺銅鑼灣嘅洛克道463號至483號，銅鑼灣廣場2期9樓。各位，呢條影片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喜歡呢條影片嘅朋友請俾個 like 我，仲未訂閱嘅請撳埋個訂閱掣啊！下一條影片見，拜拜。